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人咧讲做代志爱有是非的观念，应该安怎就安怎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“该”，读过爱改第一条，“该”代表是合意的意思，买当讲是当然。另外，该着、该然拢有当然的意思。也毋过，这个该然也有笑人失败，应该好，赶紧堪改的意思。也有应该得到，咱讲是该得；应该爱安怎，咱讲该当安怎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合该，意思就是应该、应当；第二个词应该然，嘛是同款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买卖爱老实，像讲买卖厝，卖厝中人合该爱甲厝的优点甲缺点讲互消费者知影。买主嘛应该了解厝的行情价有偌济，互买卖双方有一个参考合理的介绍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该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